人讲是一个女性的手，倒手是一个男性的手，是一个无论是男性甲女性，今仔咱信息要讲，做一个老爸是一个完全的接纳。可能咱的中间有诶真侪长辈是女性，咱有缘学习，哪亲像老爸共款的款式来接纳咱的事实，来伫咱的信仰团体中间不断成全真侪无完全的兄弟姊妹。我要讲，这个做老爸是一个神圣的呼召。这个神圣的呼召，帮助咱互人经验着头拄仔咧讲，这个互人经历稳定是做老爸的开始。但是我要讲，互人经验稳定，毋是感觉讲伊做毋到代志了后，咱甲安尼说说咧讲啊，你足可怜啊啦！我样当时也嘛捌软正过，安尼就算了吼。互人经验稳定，毋是廉价的恩典。互人经验稳定是一个伫基督的中间，互人经验伫基督内面的稳定。什么是基督内面的稳定？就是爱这个少年辈知影爱判伊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可能是伊个性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可能是伊的品格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可能是伊需要伫基督的面前，搁一摆面对伊发点的迄个点，然后背伊的十字架伫上帝面前经验着稳定。我要讲这点，是因为真侪教会兄弟姊妹的长辈是不断挺升教会的事实，咱互因真侪机会服侍，互因有真侪机会犯错误，但是并无伫错误中间将因引带到伫上帝面前，然后伫耶稣基督的内面经验着迄个稳定。我们不只是没有条件的不断的给他们经验恩典，不是，是一个伫基督内面的稳定，是一个爱负责任的稳定，是爱互因看出。生命中间有耶稣基督的工作，这种的稳定才有意义。若无耶稣基督的工作，这的稳定拢是成囝不好的一种稳定。咱继续来看老爸，若咱讲成为父亲是神圣的呼召。诚做老爸上时也就表示讲，爱进入一种关系，就是爸仔囝的关系。爸仔囝的关系伫圣经内面是一种生命邀请咱扮演老爸。上时就是有人爱做咱属灵的囝，建立爸仔囝的关系，就表达出进入一段更新的旅程。头拄仔讲伫即个学习做老爸的过程因为14冬才做老爸所以伫学校咧教册关系什么物件拢爱用看册所以为着要做一个老爸，就开始买足侪册看，如何当一个好爸爸。有一摆有一本册，互我印象足深的，即个作者有5个囝。有囝有查某囝有5个安尼，足高生伊咧讲起一个经验，互我安尼戆影一条。伊讲，伊大概去每一个所在，伊是一个律师，但像是一个代职服侍的人。大概若有真大型的培灵会了后，教会拢会有中级带伊的囝来头前，互即个讲员熟悉。伊讲真趣味。伊种看到这个囝的时，也是查某囝，互伊的老爸带来到头前的时，通常这个囡仔拢安尼心不甘情不愿的，手上可能拿着漫画，不然就拿着那个游戏机这样。咁头拄这个囡仔就是坐伫后面，我伫一边咧讲，伊伫后面伫遐咧打电动伊咧反省讲，奇怪，有真侪老爸老母足敬虔的，但是敢若事实唔知怎样，因迄个信用就是提不起劲。然后被强迫，心不甘情不愿的，就无办法做牧师囝，无办法做长老囝只好陪阮老爸来做礼拜安尼伊在咧思考到底问题出伫倒落。我在看伊的分析，也在思考家己信用成长的历程。我发现有太多雷同的地方。什么意思？伫咱教会成长历程的细囝，自细汉就主角出入，我们都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什么是上帝意爱，什么是上帝无意爱的代志。所以咱自细汉就知影标准答案，也是主要教育内面拢讲真侪标准答案。减一味，迄味就是过程。什么过程？伊讲，伊讲我做一个老爸，我若要教阮囝的时，我拢袂甲教讲，你这个袂使做，你迄个袂使做。伊讲我拢甲我的囝讲，像当时恁老爸，就是这个代志做毋对，迄个代志做毋对，结果因为我做毋对，我。和别人的关系，因为安尼即个毋对，才受到伤害。伊开始分析，伊讲真侪教育内面，就是你无甲讲你家己做毋对的经验，你干那讲真侪大道理啦。所以咱的囝儿自细汉就听真侪大道理，但是伊就无办法，伊毋捌有经验听即个老爸、即个老母亲嘴甲讲向当时
我伫即个代志顶面，我怎样跋倒？因为即个跋倒，互我和上帝的关系，因为安尼来拍破。因为即个跋倒，互我和别人的关系受亏损。伊讲，因为太济时阵，这无论主日老师的教导，还是讲老爸老母的教导，拢停留伫观念的顶面，讲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所以他都知道可以不可以。但是，当你告诉他不要发生婚前性行为的时候，你不用告诉他，学校老师都告诉他，你告诉他不可以，他还是有可能会可以。当他有可能的时候，他敢不敢告诉你？不敢，因为你的标准是不可以。而不是说我们就要告诉孩子可以，而是说，在真侪代志顶面有一寡软弱的过程，这软弱的过程会成做咱世世真侪的帮助甲祝福。但是伫咱华人的传统，甚至伫基督教信仰内面，过去咱已经失落伫迄个过程的概念，结果咱用真侪的结论在讲啊，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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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没有让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孩子知道，在那个过程当中，你若软正，其实是老爸。老母，阮经过这软正，所以阮知，这种心内的无平安甲痛苦是啥物？就是咱失落遐个地教关系、宗教教育，无成做一个信仰的经验，只不过成做真侪宗教的要求尔点。爸仔囝的关系也表达出咱受邀请进入上帝应允的真理。父子的关系是一种进入上帝应许的真理。这个不是一种上帝的命令甲要求，因为是应允，所以会有真多的汤甘蜜甜。上帝的应允内面有真多宝贵的物件。第三点我要讲的是，建立爸仔囝的关系，也表达出咱愿意伫属灵教会中间承认讲，我需要别人对我的疼，我也需要疼别人。伫教会内面，我要讲，真多人习惯疼别人。但是无勇气承认讲，我需要听。有真侪时阵，咱会想讲，我需要这个服侍的舞台，我需要别人的肯定。但是讲到底背后一个真实的物件，是我需要听。咱的信仰的内面，若无有这个听的实质，无有这个听的经验，无论咱伫信仰团体中间怎样强调服侍尊贵种种遮的，会互真侪美好的代志。老了，加最形式。如果我们在团体的当中真实的经验到爱与被爱，咱会建立一个健康的信仰团体。爸仔囝的关系是一种生命邀请，是上帝伫咱信仰团体中间放落一个真水的恩典。伫今仔信息的结束的时，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咱有一寡祈祷的回应。伫三段祈祷的回应中间。我邀请大家来思考。第一点的思考，咱的中间若是已经做老爸的人，我邀请你伫上帝面前，为着咱家己和世世的关系，和咱囝儿的关系来祈祷。咱若是做囝儿的人，咱求上帝帮助咱甲咱的老爸建立亲密的关系。咱的中间若毋是老爸的人，就是头拄我讲，咱为着爸仔囝。也是讲老爸甲查某囝的关系来祈祷，求上帝伫即个中间来做更新的工作。第二点的祈祷，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为着咱愿意做一个老爸即个身份来祈祷。我头拄讲，即个老爸毋是男性会当祈祷的。你若愿意伫教会内面，成做别人属灵的长辈，做别人听别人的人，接纳别人软正的人，那安尼咱就是回应上帝爱咱做一个老爸的真理。咱求上帝。互咱伫祈祷中间来回应，上尾一点就是互咱进入真实的关系啊！咱伫上帝面前，咱三甲有一段祈祷的时间。
阿爸，阮感谢你，因为阮每一个人拢有一个爸爸，所以阮有我今仔日这个生命。就伫今仔日信息的内面，你提醒阮每一个做押沙龙，每一个做死士，无论阮的年纪有我尔重，阮拢是别人的死士。求你光照阮的心，互阮知，阮的老爸无论因有讲出还是无讲出来，对阮的疼，其实伫因的心内对阮有真侪情感。主，互阮的心内有一个愿意超越过去爸仔囝关系限制，还是记忆的迄个经验，互阮超越用上帝你的疼，搁一摆来看我的老爸，因迄代情感的稳重。我来搁一摆进入阮老爸的心，体会因对阮人生过去的疼。阿爸，阮也为着真侪阮中间做事实的人来祈祷，求你，互阮有智慧、有勇气，知影怎样来对阮的老爸表达出阮的感恩，表达出阮对因的尊重。阿爸，阮也恳求你，互阮中间做时大、做老爸的人。互阮也有够额的勇气，超越过去阮对事实的态度，愿意用新伫耶稣基督内面新的方式来揽阮的囝，来讲出阮对因的疼，来引带阮的细囝伫基督的内面经验你的恩典。阿爸，阮的中间若有兄弟姊妹，过去因为老爸所讲的言语、所有的行动来受到伤害，阮恳求上帝，你用基督的疼帮助阮。来赦免阮的老爸，帮助阮来超越过去的伤害。若无对上帝你来的疼，阮无可能来超越。主啊，你是阮上水老爸的形象，你是上疼阮的。愿你的疼，互阮得到讨棒；愿你的疼，互阮伫你的真理内面更加热切，来期待家己成做一个好的老爸。主啊，阮有真侪无够额，阮将阮家己交伫你的手中。伫今仔日要纪念做老爸的日子，阮恳求你用这个做老爸的呼召，临到伫阮正兄弟姊妹。主啊，互阮属灵教会有真侪时代，阮愿意活出迄个老爸的形象，迄个愿意不断接纳别人软正犯差错的心胸。主啊，恳求你将这个疼放伫阮的中间。将这个勇气放伫阮的中间，阮属灵教会是不断长辈成全少年一辈的教会。主，阮的教会真侪时代愿意付出代价，陪少年一辈行伫耶稣基督的光中间，用耶稣基督的教示来教导、来陪伴、来帮助这个时势。阿爸，阮感谢你，用你家己的真理放伫阮的心中。愿圣神的光不断光照阮，当阮听袂落心的时，你的圣神就互阮听；互阮行袂落去的时，你的圣神就引带阮的脚步。这是阮今仔日伫你面前所领受的真理，愿你得到完全的荣耀。来，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